八字木太多嘅朋友要特別留意啦。乜嘢叫做木太多？一個命格裏邊有3個嘅木嘅五行或以上，就叫做木太多啦。我哋睇一睇呢一個例子咧，佢有一個卯木、一個寅木、一個月木，第4個都係寅木，所以呢個命格已經有4個木啦，佢係過旺嘅八字啦。特別出世喺西歷嘅2月、3月左右呢，係春天嘅時候，個木係最茂盛、最強大，所以咧呢個木嘅五行咧會係過多嘅喎。咁好啦，木咧就係代表頭啦、筋骨啦、氣管啦，容易有頭痛啦、筋骨唔舒服啊、氣管嘅問題啊，呢啲一定要小心留意啦。最重要一點，木呢一個五行喺我哋易經裏邊咧，就代表仁慈心軟啦。小心，因為你嘅仁慈心軟咧，令到自己會有蝕底喎。好啦，佢嘅用神嘅顏色咧就係紅色，又或者係粉紅色。平時可以做多啲戶外嘅活動啦，曬多啲太陽啦，因為曬太陽係屬火嘅，係紅色嘅，就會令到你嗰個用神嗰個好運咧係會明顯提升嘅。